越你能够高度，你看得清楚。所以你孤独，可是你不寂寞。安尼，你智慧打开，你是用安尼来过关。所以过关靠智慧，长久靠温柔，靠悲悯之心。所以过后咧长久智慧咧过关。咱逐工拢嘛爱过关长久，逐关拢爱悲智双运对，拢爱靠着咱的心调整咱自己所以慧剑就是咧转物应机、转良慧义合、转境客机，拢咧转。慧剑就是咧转物应机，转着所有的物要应任何的机，因为任何的资源拢是要互咱来应机的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应下即马的普渡的机缘当中，咱所有得到的资源，拢用这个时阵要安怎放手一搏？我要投资于这个万福一中的大开普渡的时阵，转物应机来转良慧义。咱今仔日念爱转，你自然就我懂慧义。你念若不转，当袂过你的义，对方的义你回袂着。来转境客机，任何的环境教，不管顺境、逆境教，你拢爱转境，因为生机内底有杀机，杀机内底有生机。安尼，你人去用境甲你拖的，你是爱来转境，来客，安尼，迄个叫做智慧剑。第五呢，到后壁咱菩提自性当中，伊到后壁它演出来就是咧演啥？自性明生万法。那咱自性，伊会当生万法，生万法咯。迄个法是佛法咯。所有的佛法对对来，对佛性来。所有的佛法对佛性来啦，安尼啦。所有佛法是对佛性来，所以所有的法当中，佛要度人是用佛的法来度，用佛的法来度咱人的心。所以真正佛法当中，伊较有法度咱人的心，用自性内底衍生出来的法，你较有法度咱人的心，安尼所以你的自性当中，伊就是清净的。所以伊无碍，自性当中伊就是成的物件，伊就是有一个的好缘正气。所以今仔日伊每一个时阵当中，他都能够随方救援。伊自性当中，伊是顺着顺序咧行，顺着伊的顺序咧行，伊安怎？伊袂因为外在变化而安怎？安尼顺自性当中，伊衍生出来，伊自性出来，伊就是悲悯的，伊就是有智慧的。所以伊就是圆融的，所以自性当中，伊就是到遮来，就是讲我演出来的法，我施出来的法当中，就是啥？每一个时阵拢会补天地之不足。自性伊会当生万法，所有的法内底，透过你自性，拢会当解决，拢会当解决。所以咱用头壳，拢咧想啥？想办法。想方法，拢想办法，拢用想的，安尼才上有。方法用想的吗？想有吗？想无。安尼呢？若安尼的话，方法和想法拢是对头壳来的。若安尼自性产生出来，就是咧讲的，自性产生啥物法？佛法。它不是办法，也不是方法。它是佛法，伊真正的佛法所以毋但真正由佛所产生出来的法，毋但会当法轮相转，会当法轮相转咯。法轮相转就是要布施、福施这一种，就是要福施这一种，福呢就是信用广大，不让公平。施就是投资，将本求利，心甘情愿。我要投资，因为对这投资的上解决，
我规个青春、规个精神、规个时间，我轻有轻重，我才会较重的。遐迄个较无要紧啦，我会较轻的。遐甲会较重的，因为遐累着1本万利的，靠脑壳嘛要下1本万利的。敢是安尼？去投资4叫做投资嘛。这种就是用天命、使命来制作。咱过去的修道师，过去的修道啦，无咧办道的啦，有咧修道无办道的啦。迄是即马拄好3级外交，你即马敢有咧办道呢？你要办道，敢莫有天命？安尼，你要办道无天命，你才叫办道。办道是灵魂的代志，毋是人的代志呢。办道的意思就是啥？要互一个人的灵性本来要去地府，到尾来拖去你天堂。即件事有大无？毋是你因兜拖来阮兜呢，是就地府拖去天堂呢。安尼有大无啦？这是天命的代志呢。咱讲人命关天的呢，这天命的代志呢。所以咱今仔日要这个使命内底有天命，互咱，互你去做这个代志，互你去办这件事。那你办这件事，迄内底迄个功劳有大无？迄个功劳足大，功劳足大哦，迄个功果嘛足实哦。迄内底你爱将这个使命来当作讲，这真正你的使命。因为过去的修道士毋捌用安尼咧办，即届拄好老师三者普渡，今仔日照用咱离火体修道，咱今仔日一般入生，一般人就会当得到，佫也会当互咱办道。毋是要互咱修道尔，佫互咱办道，安尼，我特别认真落来办，加强着咱自己的实力，来认真办道，认真学道，认真修道。以情这种，以道这种，就是互兄弟姊妹当知影奉养；以理这种，互兄弟姊妹当知影补助；以情这种，互兄弟姊妹会温暖；以物这种，互咱的物件。当善用，安尼嘛，安尼的话，今仔日咱较会当真正，入去讲这种，最后结论啦，菩提以菩提自性为信仰，以菩提本性为思想，以菩提本灵为本分，安尼，这个就是咧讲。这个就是咧讲啥？讲三宝。第一宝，以菩提自性为信仰，为中心信仰。所以你的心爱有中心信仰，你的中心信仰就是菩提自性。毋过有中心信仰，敢爱有中心思想？爱无？爱哦，爱有中心思想。中心思想就是咧讲第二菩提本性。你的思想，你的本性爱有，你的本性就是咧讲啥？你的慈悲，因为仁爱的人才是我们的菩提本性，它是你的菩提本性。所以咱迄个张载他讲一句话：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。天地心就是咧讲啥物心？人心。天地心就是讲人，所以咱来将咱的慈悲去来展现出来，就是咧立下天地心，迄就是咱的本性，中心思想。所以咱内心内底拢有悲愿，有慈悲，迄叫做中心思想。所以有中心信仰，你今仔日感觉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你一定爱坚持好调，这就是真的。后壁有真的了后，你心敢爱真的。有你心嘛爱真诶，你心要有真诶，你爱有中心思想，你诶慈悲诶悲愿爱修好，安尼后壁他咧讲本灵，叫做本分，本分就咧讲第三宝，第三宝叫做礼，爱尽你诶本分哦，你诶本分过程当中就是爱尽礼，尽迄个规矩，认真去行，一步一脚印，叫做有术有教，三宝就是咧讲。这个物件就是咧讲到尾啊，回归到尾啊，就咱自性这种本来有诶物件。
只要咱自性的菩提自性修好，随着菩提的道路甲行的话，咱一生当中，其实在花光花着咧，互咱的一生。虽然咱这个叫做草皮路，按佛咧讲这个叫做乌道汤啊，人讲来讲很不值得，身躯很脆弱，生命很脆弱，可是咱会当用道的能量，好好修道、办道、学道，而且认真用和言正气、诚意来甲行的话，今仔日咱能够与天地同位，安尼有无简单？不简单呢。啊，咱以后对咱行这条路，咱认真来甲学，认真来甲修，认真来办，啊，摕出咱内在的诚意。啊，咱共同勉励，吼，事莫互伊变问题。啊，咱面对就是要大事，毋是要小事内底要纠缠。小事纠缠，大事不成。不要再小事纠缠，全部放下，内心互清净起。啊，来奋力一步，来完成着咱今仔日来到遮真正的目的，安尼敢好？好啦吼，啊，今仔日非常感恩着咱有一个主编，梁万师主编吼啊，互较有学习的机会啦。啊，若讲了无圆满，啊，较过分，啊，不足的所在，咱先阮主编写做啊，梁万师哦，咱前负责人梁万师各位前内底，甲互我包容指教。最后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众集体。感谢中讲师慈悲前道济公、坤道济公，在热烈掌声感谢中讲师，他们休息15分钟。